好，啊，即摆有一个问题呢。即摆你若讲学母语吼，有个人就来讲，啊，我的母语都华语。我讲等下，你毋好认贼作弊哦。哦，你的母语是啊是华语，100当前台湾人无咧讲华语的。哦，你的祖先嘛无咧讲华语的，为啥你讲你的母语是华语？哦，啊，所以我有看一寡文献吼，伊讲啊，这叫做后母话啦，哦，step tongue 哦，啊，伊就咧讲到即个洪石明的所在吼，啊，因原地祖传的母语失去，哦，啊，开始甲伊的第二语言，哦，即个强势语言当做伊的母语，但是这个人真清楚，伊讲吼，这毋是自然而然的。你要了解这过去是安怎用这吞踏侮辱的方式，你会记咱较早看单位迄首诗无？咱是经过迄首诗所描写的语言歧视、语言压制，啊，甲华语变做讲即马大部分囡仔咧讲的语言，但是这个语言并毋是咱的母语，哦，伊统计就是后母语啦，哦，啊，你的囡仔的后母语，你爱去思考讲为什么伊是安尼？伊是透过剥削咱伫咧教育、升学、公共领域的权利，去达到伊的霸权，吼、啊，互大家讲甲真轻松，讲我的母语就是华语，无影吼。台湾人的母语就是咱的台湾话，不管是客语、原住民语，还是咱的台语，这才是咱正港的母语。